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国家欢收看3月22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进前淡市区房屋税争议，议员蔡辉向市府提案，来制定不动产评委会组织治理条例。不过，间却接受议员李景甲董平娥反对，因认为甲法规抵触，而最后经过会议讨论，确定提案无效。议员蔡玉辉上午伫议会第4次定数委员会法规三读议案当中，提出制定台南市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组织治理条例，明定聘任不动产评价委员应该要有任期制，以及议员代表应该要有正当比例。但该提案却受到议员林义进甲董品娥反对，认为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组织并无授权地方议会订定治理条例，所以该提案已经甲法规产生抵触。我以安静来讲到这，不是不能修嘛？你这么按成立委员会都不按负责，法律都不当。你要佮讲，这是艺术啊！你佮回到那个原始的点，重点是恁家己政党想清楚。你不大家不好好的谈，你电路案会容易过吗？我们是帮忙电路案已经让你进入大会讨论，这个案到时候在法规委实质审查时阵，有无好所在你把它修正，难道不能修正吗？一点开这案的没当你大会吗？那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其实自治条例并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授权，地方政府可以来做这个政党比例的分配。那这个案子，其实上次请法制处长在解释法制的时候，其实也有某个程度的清楚，因为他强调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权，它有所谓的行政高权，这个行政高权不可以用立法自治条例去逾越，就是讲这个权其实是中央的权，不是地方的权。所以咱嘛无材料透过地方的治理条例来做立法。这次会议主席议长赖美惠补充表示，因为该案甲法规已经产生抵触，所以确定是无效的提案，最后决定无要接案。但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但市明年将实施里邻政变，其中净水厂淡水边的高雄关田区西庄里，嘛将改做东西庄里。推出议员郭秀珠日前在议会总结顺反映，上午嘛特别提案要求保留，希望凸显这历史意义。关田区西庄里不但有300多年的历史，而且也是前总统陈水扁的故乡。不过配合着里邻政变，将被改为东西庄。提出议员郭秀珠要求将西庄这个里名继续保留，强调西庄除了一位总统有纪念性，袂当公平的变，让西庄的名称无去。300几年的历史。啊，佮有咱阿扁啊总统伊就是伫咱即个关田西庄土生土长，已经伫遐大汉做总统，这嘛是一个纪念性啦尤其咱西庄大家拢知影有一个惠安宫，即个妈祖娘娘，伊嘛有300年的历史啦所以我伫遮拜托咱大家各位议员甲民政局长合并，就是已经嘛无办法通挽救啊。大家拢知影讲，伫咱的即个县市合并了后，包括议员的里邻的区选举嘛是爱合，所以里邻嘛是爱合啦这合并即个所在就已经公告我嘛无意见啦是毋是讲即个西庄即个正名，这是有历史性的，嘛是有纪念性的，是毋是讲会当甲改倒转来改西庄，莫叫做东西庄？嘛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叫做东西庄社区发展协会，所以按历史上，其实东西庄这个名称就是存在这是第二个我要说。第三个我想各议员也好，
民总统对伊即个名称希望个，那阮即摆其实公告实施了后，明年实施了后，当然李明伊若地方对即个李明有提出要求要来做变更，阮即摆阮会研议制定一个李明变更的办法，来协助地方针对总统这个毋是当然有可能到时阵这是第一案嘛有可能嘛有这嘛是针对所有对李明有需要变更的部分，阮会制定一个相关的办法来议员区里里顶人也赞成保留旧里名，建议邀集里长召开协调会。对此，民政局长陈宗干也补充说明，里名若是要在一处进行变更，必须要有一定的定数，而且可能要等待明年选举结束了后，才有法度来实施变更。电视新闻站王子豪采访报道。今年风调雨顺，无破坏性的天灾，嘛互台南的乌霾大丰收。所以上午市府透过记者会，替西港、安定、善化这3区乌霾举办产业文化活动来卖力宣传。会中市长李梦叶嘛带领代言人强调食好油、顾健康。为宣传台南包括西港、安定、善化这3区今年所生产的乌麻油，现场公司甲农会嘛特别准备麻油鸡，用麻油所炖的菜料理隆重出炉。有记者会充满纯麻油香。会中农业局表示，虽然今年大丰收，不过因为有客座的保证，每一斤220块到150块不等计销。虽嘛希望这3区农民尽量栽种唔通休耕，成为营造当地上较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对此，市长嘛到场推荐挂保证的好油，鼓励市民拢来响应。今年有真好的这个风调雨顺所以咱普马的产量可以说比往年还要增加甚至有记得上次有理事长提到可能是有倍增的这个状况那我想其实整个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庆祝这样一个丰收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办胡麻祭的一个宣导让我们这些产量销售能够更加的更加的顺利所以跟农会跟农业局说这个局长挂保证农业局这个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我们农会这边有认证或是农会所出产的这些农产品绝对是纯正的绝对不会去掺不会去讨不会有为了要赚大钱去做危害市民危害民众健康的事情。今年乌麻季产业文化活动11月25号开始，将对善化拍头阵，到时会有乌麻煎油的体验、创意料理比赛、参观乌麻花等餐园景观，以及麻油工厂的导览等等，相当丰富。卖邀请大家拢来体验，食好到小报。3、2、1，请启动！2017台南胡麻祭产业文化活动一马当先。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响应政府热令政策，嘉南农电水利会选择伫乌山头水库设立太阳能光电设施，而且已经开始招标。不过，但是环保团体上午质疑光电帮将水面拆掉的，长期以来恐计造成水质恶化，所以呼吁水利会停止招租来保护民生用水。嘉南农电水利会办理乌山头水库水平型太阳光电发电系统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第3次招标。电市环保团体上午召开记者会质疑，乌山头水库是大潭地区重要的水库，而且国内外对水库种电拢也有安全疑虑，因此光电帮将水面炸掉的，长期以来恐计造成水质恶化，呼吁嘉南农电水利会停止招租案。即马太阳能光电板设入去了后，伊规年天温度拢真悬，因为要做电嘛，所以温度真悬。温度真悬了后，它会破坏它的垂直分层的生态系统，造成浮游生物以及藻类的异常增殖。即马浮游生物以及藻类的异常增殖了后，咱的水库水桩的容量会降低，会减少。
啊，这样降低减少了后，时吼，伊即马水就变浑浊，哦，水就变会臭。何况讲伊遮的水中浮游生态吼，啊，甲藻类拢伫表水层，它会阻碍光合作用的形成。哦，啊，这水的时候以后会佫更加较歹。店市环保联盟理事长黄安调指出，阿公店水库去年设置试验型太阳能光电棒，检测发现水质虽然无问题，但是水温太高，造成浮游生物甲藻类无正常增生，无形当中加速水质恶化。环保团体要求嘉南农电水利会停止招租案，以免污染民生用水，以及产生更较侪问题。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文化局所主办的2017台南文化季，今年以重新找回记忆作为主题，展开节系列活动，为了让文化的经济会当扎紧，也为了让小学生对咱在地文化有兴趣，所以特别规划用读剧甲演说的方式，再用西门故事来演出。为着让文学推广成立校园，文化局今年特别规划真侪场校园活动。为了伫大专甲高中举办讲座以外，也特别针对各小学堂推出文学读剧甲说演文学，希望会当引起小朋友对文学的兴趣。这次特别由异想天开魔法故事阅读协会改编减西的超级人物，甲西门国小的学堂做伙分享。剑师在完成了这一次超级任务之后呢，他决定回到安平好好的休息。他闭上了双眼，让安平港的海风轻抚着他的脸庞。睡梦之中，他好像也看见了老婆婆正在跟他微笑着。也许是老婆婆正在跟他道谢吧。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表演到这里喽。我们今年是第3届的台南文学季活动，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校园演出的系列，然后我们改编的我们就是文化局一向都有那种。有一个奖项，就是每年都有办的台南文学奖，然后我们今年就改编了非常多优秀的作品，想要深入校园，让更多的师生可以阅读这些优秀的作品，不然每年都只有出书，这样会非常的可惜。所以，然后今天我们来到西门国小做这一部作品的演出，是因为西门国小它位在安平上面。然后我们有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就是剑师的超级任务。然后我们今年就跟那个异想天开魔法故事阅读协会一起合作，让他们几位优秀的演员将这部作品做一个戏剧的演出呈现。文化局规划一系列多元类型的活动，就是希望更加侪文学精彩的作品会当被民众看到，进一步鼓励更加侪人亲近文学，引导囡仔为欢乐的学习当中培养自细汉活读的好习惯。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由文化局所推出艺术禁区已经最后3天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初的雨水大卡偏僻的民众免走到市区，买当免费欣赏剧场顶级的艺文表演。所以文化局推动艺术禁区的计划，一办就是第7档，有将近14万人次的参与。伫今年23个团队，已经行过台南36区，用艺文甲在地民众交陪，
一直到这礼拜春落尾3场，分别是参园甲虎甲团24号伫嘉义的台湾歌真情故事演唱会，25号加西町舞蹈剧场伫北门所演出的府城胡适会，以及26号最后一场由新生代演员所组成的搞笑者们，将伫满岛国小再来上届笑会演出。注意了，出剑！把剧场级的活动、表演活动呢带到我们每一区的民众的地方，让民众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剧场级的演出。那在今年呢，我们从8月开始到现在，即将在11月26演出最后一场。那我们会在麻豆区的麻豆国小演出《搞笑者们4.0》，非常好笑、非常好看的一场戏，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武王局表示，为了感谢民众长期支持艺术禁区，最后一场伫满岛也将抽出大奖，同时伫脸书有加码抽奖，希望累积济支持的力量，成为继续进步的动力。但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有法国格林夫球称呼的法式棍球这项运动，目前伫安平已经有3-4个场地，每一天拢有济民众小姐去运动。其中一个由退休人士所组成的球队，有用建平里活动中心的空地已经活动当外，就认为该项休闲运动对时段来讲真正足适合，希望政府积极来推广。这个超大型的珠仔就合作棍球，虽然是法国100年历史的国宝级运动，不过伫咱社区比赛甲交流嘛已经愈来愈盛行，除了成为体育单项，嘛已经列为全运会甲世界运动会比赛项目。根据了解，比赛规则真简单，送将球先弹到靠近目标球就赢。但其中奥妙甲高度的技巧，也需要亲身体验才知。会中即群由20几位退休人士所组成的草纸俱乐部，大家伫建平里这个场地耍甲欢喜甲，一面耍加当一面野餐，相当适合老大人休闲运动。好像那么高尔夫一样，都走过去再走过来，对我们的身体运动会很好。所以希望我70几岁啊，会当讲70几岁啊，60几岁、80几岁拢不要紧，拢来这运动对身体真好。大家拢退休了，到了退休年龄，有一种运动比较休闲、比较不那么激烈的，然后适合大家，所以大家就走出来。那原来我们就是有在那个美学馆滚球班，其实台南市也有一个滚球协会，然后大家就是在打，但是这个打这个球啊，滚球啊的年龄层，最小的从国小1年级到80几岁的，我们在台南市跟我们在一起打的有到80几岁，这个年龄层会拉得很大。根据了解，其他的城市为了推广法式棍球，伫社区普遍设立球场以后，除了培育未少的选手，嘛成为大人囡仔拢介意的运动，甚至连国外球队甲选手拢报名来比赛。看来该运动对着观光、长期照护甲休闲产业的提升，拢是一大帮助，值得政府思考。但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另外，什么是喜乐？其实真侪人只知会传染，并无清楚其实病人伫食药2礼拜后特别传染给别人，甚至高达3成外的人唔知影扫2礼拜以上，就是喜乐主要的镜头之一。据说贵中学病医检师透过记者会甲大家分享。为了避免民众对喜乐有侪错误的观念，医检师除了强调喜乐透过食药2礼拜后，传染性会大幅度降低，6个月以上得当甲病治好以外，嘛提出传统培养病菌的检查，无到第一时间提供诊断，所以特别提出会当快速检测工具，互民众放心。当然，医检师表示，只要家属超过2礼拜有痰等主要镜头，民众买当先自我检测，提高警觉。
一般的民众呢，如果对于自我的一个检测被结核，如果觉得有可能的话，一般我们可能会出现长期咳嗽，那长期咳嗽或是有痰咳血，然后会胸部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可以先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结核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赶快到我们的医院去开一个胸腔的一个门诊去看一下，让医生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跟检测。那如果真正的是的话，我们就赶快使用药物，赶快做治疗。医检署进一步指出，伫台湾一档数据量病例，结果统计男性发生率比女性较悬，老年人得病机会比少年人较悬，而且依照该院的资料显示，有人59岁少甲2个月，体重减轻10公斤，后来证实是血流来看诊，不过经过半档治疗，已经恢复健康。电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对着西药界病人来讲，伫社会进前拢需要建立血管的通路作为长期西药剂使用。不过一旦血管感染无法使用，就需要另外重建。对此，吉米病为了协助患者维护血管的品质，特别发表3项照护原则，希望延长寿命。透过血液分析，也就是小清社会的腰子病病人，一旦瘘管的状况不好，容易脱掉的时，可能会无法度继续使用，就必须再另外重建，到最后可能就要重新做工。而为着落实瘘管的照护，吉米医学中心采取3项原则，包括伫社会进前进行瘘管的评估，维护血管的安全，避免老化，以及要求病人自我照护。在照护上，其实，在护理人员的部分，我们瘘管的照护，其实我们把它定位为是有3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评估。那一开始的话，你一定要评估这个瘘管的成熟度为何，你才能够进行一个穿刺。那再者呢，就是在透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注重病人的一个安全性。那这个安全性呢，除了说看它的穿刺的部位有没有渗血之外，当然我们也要看说瘘管跟管路之间的衔接处是不是有松脱啊，或是有一些纠结在一起等等，这个都是有关系到在透析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性。那之后的一个照护更是重要，因为有时候病人会认为说瘘管的照护好像都是医护人员的一个责任，其实不是。我们要教育给病人的重点是在是说，当然在医院护理人员可以帮你注意到，但是回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病人自己要学会怎么去照顾他的瘘管。这回瘘管会当讲是腰子病人的第2生命，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所以除了针对病人进行瘘管的照护卫教之外，病患的家属、甲看护也是卫教的对象，并且透过卫教手册、图像教学、甲训练的辅导工具，来提升病人甲照顾者对瘘管的照护能力。感谢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2度到27度，落雨只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1月22号中间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